다 편별 목소리를 망쳐어디 용고 제가 요래 근데 나게 도시 대회 가서라 아니 고와 예고 제가 요래 다 되는这些讲他们的忙不去요래 다做的开始是告诉啦他告诉的也经过的等呢做给他的记了书对吧等呢第一我们他们的都是呢也那么都是过人修用了或者他们的对吧第一个什么呢也或者我也就真听吧的这张给告诉了呀那都就怎么说呢这个因为你现在告诉了也得搞那个什么当部的我来那个用的修的那个对对吧等呢有的怎么了也或者最近做过就是看的等到你了这个个别最近做贵吧出去了哇也得这样说假设那老外也不那真的贵吧的嘛的都是假如呢没得你不是谁个吧谁个嘛的家人呢那个车上当时那个说了真的这么说的对吧家都是几多的满家庭汤的时候海洋几几多库里几几人家忙着他打两他打两真的跑了别个人家有些啥呢真的常是西藏多个书上星期都讲的了是这啥有的我听着用多我觉得第一次怎么让我的也当修的用的这你不得他也用错了经过不错了呀但我给经过就是现他也用他的小友们告诉了也是的做梦是做的他的底线原是告诉了扩的是固有的对吧等等都等等也我是告诉了我说看来如果的做是做出来如有的经过呢就是他们1年性的用过的是如果有了我第一次见到过来叫做1年我从真的用的修如果是有的等等都1年是都怎么他们弄出去等等东西是真的也我的车上电脑参与这个大等的我说这是前面那个最嘛都也工作过很好的用工作是5年不多啊你这也没得给就是写的不得等的我但你如果这个特别水准做过你不得那这个还经过给那下头人导演就什么了也运是也或者也过程导演都那这个他也经过跟他的兄弟他们就当过作为为了说真的都是1年之内都是嘛他的愿望都是可能修多啊也是多啊我这种人都会有的他就是真的要嘛的用过来如果不能旁门找为难呢真的用过来忙不进用这个多啊我真的都规矩的越说或者告诉你用的话来说吧真的当然这个他这个